叔叔，近排咧，我去山頂、淺水灣、深水灣睇 house 睇咗好多噶啦。咁其實咧，有個地方係被遺忘咗嘅，就係薄扶林區。薄扶林區咧，其實喺香港嚟講咧，係最早傳統嘅豪宅區嚟嘅。咁而家咧，我要介紹咧係一個項目叫做 Mount Porphyram。咁依間屋佢嘅特色咧就係3層高，但係每一層咧都係4.5米高嘅層高，而且位置相當優越。喺19世紀中葉，薄扶林因為面朝大海，背靠太平山嘅地理優勢，成為早期殖民者嘅避暑勝地。相較於潮濕悶熱嘅中上環維多利亞城呢度嘅通風良好，而且水源充足。喺1860年代到1870年代，法國嘅外方傳道會喺度建立咗伯大尼修院同 Douglas Castle， 即係今日香港大學嘅大學堂。呢一啲宏偉嘅哥德式建築，奠定咗該區嘅高尚幽靜西化嘅基調。而喺1863年，香港首個水庫薄扶林水塘落成，周邊嘅自然環境得到嚴格嘅保育，呢個限制咗高密度嘅工業發展，同埋為日後嘅優質住宅環境留下咗伏筆。所以薄扶林亦都係香港老牌家族鍾愛嘅地方之一。而對薄扶林發展影響最深遠嘅老牌家族有3個。第一個係霍英東家族，佢喺沙宣道有一棟石頭莊園嘅大宅。第二位係許愛洲家族，許愛洲係香港嘅第1代船王。第3位就係沙宣家族，有東方羅斯柴爾德之稱。而今日為大家介紹嘅係 Mount Porphyram， 係香港薄扶林道86號 A 至86號 G 嘅一個全新純洋房住宅項目，係位於港島西半山薄扶林一帶，由7棟獨立屋組成，係由宏安地產同埋錦華實業集團合作發展。而7棟獨立洋房嘅實用面積由3654尺至到4810尺，每棟洋房都設有私人花園、平台天台、獨立車庫、升降機同埋私人游泳池。到項目要通過一條私家小路，增加私密性。每棟別墅都有個私家車庫，而電梯係直達每一層。大家欣賞下呢個法式大門入口嘅設計，發展商將成間屋裝修成法式簡約嘅奶油色調風格，層高係4.5米，客廳闊度約為8.8米。今日睇呢一間係 B 號屋，4810尺實用，而家係4房4套設計。呢度有一個1000幾尺嘅大花園，咁但係其實咧隱藏咗個游泳池嘅。而家你見到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係一個泳池嚟嘅，佢可以升或者可以降，根據業主嘅需求而定。如果你需要游水嘅，將個泳池降落去就得噶啦。但係如果你話我唔需要游水，去到冬天將個池底升上嚟，變成一個大平面，呢樣嘢喺香港都好少有。而家參觀下佢嘅廚房，成個廚房咧有一個長圓嘅大中島設計，色調咧都係沿用翻淺色嘅法式設計系。廚房配有頂級嘅加近拿廚電，你可以喺廚房後邊嘅小花園食早餐。一樓咧總共有3個套房，再加一個家庭室嘅。發展商利用咗佢層高嘅優點，向前嘅2個房間分別都做咗2個閣樓，大大咁增加咗使用面積同埋趣味性。而大家見到嘅裝修用料都非常高級，而宏安地產俾我見到佢嘅施工質量亦都越嚟越有進步，可以媲美好多知名嘅大發展商。而2個向前嘅房間同時都有一個步出式嘅陽台。向後嘅第3個套房雖然佢冇做到閣樓，但你見到佢嗰個衣櫃到頂係有幾咁高。2樓一出嚟咧，成層咧都係主人套房。大家睇下個空間咁幾好。左手邊咧係一個梳妝台區或者係叫做書房區。而喺外邊有個8.8米闊嘅陽台貫通成個主人房。而右手邊咧係一個整整4.5米高層高嘅主人房。咁成棟別墅頭先講咗噶啦，佢最大嘅特色咧係每一層都4.5米高。大家有冇見過喺主人房有水晶大吊燈嘅？依間 house 咧就做到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參觀下佢嘅主人浴室。成個主人浴室嘅設計咧係淺色調。咁你見到佢嘅洗手盆都好有設計感。咁啊，浴缸係用咗雲石包住嘅。咁另外有桑拿浴室啦，同埋一個淋浴間。因為有絕對嘅層高優勢，所以咧佢
佢個衣帽間同人哋都係唔同嘅。佢衣帽間咧係做咗2層。雖然係分隔咗2層，但係我1.8米高咧，行入去完全唔頂頭嘅，2層都係，所以大大咁增加咗使用空間。嗱，依間屋嘅特色咧就係電梯咧係直到天台。咁喺香港咧，就算講到有幾億嘅豪宅咧，好多電梯都係唔到天台。咁呢個其中一個賣點嚟。成個單位咧係一個好開揚嘅景觀，有少部分嘅海景。如果大家對項目有興趣，記得私信聯絡我。